的心得，这一个简单的心得报告啦，吼。今仔日三位讲师拢讲了足济，足好，后抄了一大本，吼，因为安怎心得报告，所以讲唔敢，不敢懈怠，唔敢懈怠。那么后就讲，在咱第三节这段31章为天下志成这段，讲师有咧解说啦，在为天下志成在这章来讲讲世人敢若知影讲一朝一夕的欢乐，圣人却知影讲千秋万世的永恒，是毋是？咱敢有感觉？一般人就知影讲短暂的快乐尔，毋知影去千秋万世迄种的永恒，去知影去认识。过来讲，世人只知影讲功名利禄的享受，那圣人却知影讲仁义道德的真理。就是讲，咱一般人敢若知影讲追求短暂的功名利禄，几年的迄种享受尔，却毋知影讲仁义道德，来讲像咱以前来讲，孔夫子是毋是就有列国，敢有辛苦？10几担的迄种就有列国，非常的辛苦。那伊就是讲来行仁义，讲仁义。行道德那过来过来就是讲，世人一般人较知影讲悲欢离合的无奈啦，那世人较知影讲会当超生了事的潇洒。一般人一般世间人，敢若知影讲，咱人生敢若知影人生是无常，人生是痛苦，毋知影讲去追求，啥物是永恒，啥物是一个是。永久存在，所以讲我都去为着超生了事，为着家己的迄种生命，家己的性命，迄种的潇洒，迄种解脱，来拍拼。这就是讲一般人，咱所以讲在这比较当中，咱是感觉一般人甲圣人的差别在倒，是毋是？一个是看一个感情，一个圣人呢，却是看一个永恒。各位敢有即种的感觉？有对，这就是讲咱一般人甲圣人的一个差别。所以讲，就是讲，在对即段话，感觉非常的深，非常的深。那么在咱前佛也有甲咱注意讲修道如初，成佛安怎？有义对。这就是前佛甲咱注意的，咱会当依着修道如初，那么咱会当讲依着初发心，一直保持自求道，修道、办道，最后成道。咱会当依着初发心，咱绝对会当成功。只惊你安怎？你半途而废，人讲走。行百里半九十有你一定要到但是呢，就是讲，人讲失败，你无坚持到底。所以讲，师尊来讲咱咧入手的所在就是讲自强不息，成就的所在就是志成不息。这也就是咱咧变的，咱只要会当自强，咱会当志成，咱最后一定安怎？一定会当成功，一定会当成就的。咱爱安怎？不忘初心，不改初衷，一心一意，完美的精神。这就是讲，咱学道修道的这种精神。那玄奘大师也讲，弯向西方一步死，不挽回东方一步修。这就是讲，咱迄种修道的迄种，人讲，成道。修道迄种人讲至死不渝迄种的精神，咱会当学习，这就是讲以上今仔日就学，对这咱的正常经典的课程，一个小小的心得，报告到这，盼望各位先生大家我多来支持。
有时较多先就是点点滴滴啦，大家当做一个时间，来当共同来做一个互相的勉励，这拢是咱建功立业真好机会。咱其实讲的心得分享的，咱来当伫咱伫一天内底，听到某一个讲师某一段你家己的心得会当做一个记录，你会当摕去看一下，迄袂要紧啦，因为迄是你的记录着你的感受，因为咱嘛今日袂记一去，所以讲咧，咱家己会当做一个笔记啦，要心得分享的时阵呢，会当摕去再讲，应该是无关系嘛，佮再来，毋知有对一个浅显啦，咱这组长请咱大家以热烈掌声。